喺靈修嘅層面上面，有冇一種僥倖嘅心態，或者一種依賴嘅心態？有冇會諗住佢突然間會給到你一啲好處？但係我哋每一個靈魂喺呢個地方，我哋都係要用自己嘅力量活出嚟㗎。源頭非常之愛你，佢知道你有呢個心態，佢就會派一啲人嚟，讓你知道一定要靠自己，冇人可以被依賴。你話有呢個人喺你生命入邊咁樣出現嘅時候，呢個就已經係好明顯一個信號。佢不但唔能夠對你提供任何價值，而且仲喺度虛耗緊你。呢個聲音其實說穿咗話俾你聽，喂，你信下自己，靠自己啊！你想喺佢嗰度得到嘅支持，其實你自己係絕對有辦法支持到自己，而呢個係你唯一嘅出路。我哋每個階段都每一個課題，打機一樣，你贏唔到呢一關，你冇可能進入下一關嘅。你親密關係都係咁運作，過唔到呢一關嘅話，只會出現同一種人嚟繼續磨練你，直到你考試過去。個重點其實說穿咗，就係要你聽到你自己內在嘅聲音，唔好再心存僥倖，唔好再認為任何人俾到嘢你，有一個人可以，就係你自己，要走上自己嘅路。到你能力範圍以內能夠做嘅事情，只要係依靠別人嘅，你都唔係屬於你嘅事情。你只可以喺你自己嘅位置發出你自己嘅光。